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赛亚书第43章。雅各啊，创造你的上主安尼讲：以色列啊，捏着你的迄位安尼宣布：毋免惊，因为我已经有救赎你，我有救你的名呼召你，你属我。你经过大水的时，我要甲你同在。你过大河的时，水袂甲你淹灭。你对海中经过，一定袂伤着，火焰嘛袂甲你吞灭。因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，我是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你的救主。我用埃及做代价，甲你赎回，用伊索比亚甲西巴做你的替身。因为你伫我眼中真宝贵，我看重你，真疼你，所以我用别人来代替你，用万国来交换你的性命。毋免惊，我甲你同在。我要对东方带你的后代，对西方组织你的子孙倒转来。我要对北方讲，放引去，甲南方讲，毋通靠流音，互我的囝儿对真远的所在，我的儿女对天边海角倒转来。所有归我的名，属我的人，就是我所创造、塑造，为着我的荣光造的人，拢会倒转来。上帝讲：有目睭，毋过袂当看的；有耳孔，袂当听的，拢甲因带出来。着调集万国组织做伙，所有的人民拢组织做堆。所发生的事，倒一个神明捌先宣告；过去的代志，倒一个捌为咱预测。着互因提出证人，证实因讲的是对，互人民听着话讲，这是事实。上主讲：以色列啊，恁是我的见证人，我拣选恁做我的仆人。我要互恁捌我，互恁信我，通了解我是上帝。伫我以前毋捌有上帝，伫我以后嘛袂有。只有我是上主，我以外无别个拯救者。我捌宣告，捌拯救，捌讲明，是我，毋是恁中间的别个神明。恁是我的见证人，上主安尼宣布：我是上帝，对起头我就是上帝，无人会当脱离我掌握的权，我的作为，啥人会当改变？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上主恁的救赎主安尼讲：因为恁的缘故，我已经找人去巴比伦，我要讲喙因所有声门的门串，要互加勒底人的欢呼变做哀歌。我是上主，恁神圣的上帝，我是以色列的创造主，恁的君王。古早，上主伫海中造一条路，伫大水中开一条大路。伊造灭战车、马、军队、勇士，互因拢趴落去，袂当阁起来。因受消灭，亲像灯火全部火去。上主安尼讲：毋通只有为记得过去的事件，毋通一直少念古早的代志。我得要做一项新的事，即阵已经在发生，恁兼毋知。我要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。野兽拢会尊重我，连豺狼甲刀鸟都尊敬我。因为我互旷野有水，伫干燥的沙漠有河，
互我的选民通啉。即个注明是我亲手做的，因为称赞宣扬我。上主讲：雅各啊，你无求救我；以色列啊，你颠倒一直讨厌我。你并无将你的羊做烧化祭献互我，嘛无献祭物对我表敬意。我毋捌要求你献素祭互你操劳，嘛毋捌要求你献乳香互你操烦。你毋捌用钱买香料互我，嘛毋捌用一只肥软的精生互我饱足。你颠倒因为你的罪恶互我操烦，因为你犯的罪过互我讨厌。只有我是上帝，我将你的罪过撤销，我袂永远记牢你的罪。来，咱来去上法庭，你通控告，你提出申诉，证实你公正。你第一个祖先犯罪，你的代言人背叛我，你的首领拍拉惨我的圣所，所以我互雅各毁灭，互以色列受凌辱。